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牛仔，欢迎收看今日12月18日，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拖真久的考试院人事案，昨昏伫立法院会投票，正副院长被提名人周凤宪、柯书雄拢有过关。另外，还有7个考试委员尾也照顾被提名人郭丽玲，因为南北两党无同意，所以无通过。立法院第17进行第14届考试院正副院长甲7个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人事同意权投票。民众党团表明对郭丽玲甲伊万哪位有意见，国民党团经过党团大会决定无要支持郭丽玲甲院长被提名人周凤宪。民进党团是全部拢支持。柯丽玲被提名人，在我们委员对他询答的过程当中，充分展现了相关业务的陌生、酬庸的色彩过于浓厚。民众党他们的想法跟看法，当然我们有初步做一个了解，但是我们会坚持本党对于每一位考委他的一个专业也好他的一个操守也好，各方面呢，我们都会做出考量。我们认为适格适任、专业性都兼具的考试委员，应当祝福他们能够顺利的获得通过。伫投票时阵，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意外走来向院长韩国瑜讨求要更正。伊讲伊踮咧郭丽玲的票顶头，同时阵等无同意甲同意，最后变废票，嘛有党团罚5万，佮暂停出席党团会议2个月。最后检察官出身的郭丽玲，和南北方实无过关，正副院长甲其他6个考委拢顺利过关。柯丽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考试院第14届考试委员。赖总统期盼考试院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常态运作，将会安排第14届考试院在12月20号赴任，以确保全国考生以及公务人员的权益。总统府伫第一时间感谢立法院完成人事同意权审查，互经过3个月的看守期的考试院会当恢复常态运作。因为无得到同意的课，未来敢会阁补提名，嘛要看考试院未来实务运作的状况，敢有需要，再阁评估后续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行政长窦英台伫昨暗宣布内阁新的人事案，现任的国安会资深委员马英成会接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未来会负责全社会防卫韧性相关的工作，而且嘛含发言人则会对外说明政策。行政院长窦英台17号宣布内阁上新的人事消息，向总统赖清德招人，由国安会资深委员马英成接行政院政务委员。窦英台学罗马英成经验丰富，对政策明晰，判断精准，将负责全社会防卫韧性相关的工作。未来我会请他就院内各部会内部的沟通，以及中央跟地方一些事务的沟通跟协调，那么以及对外的一些政策的说明，跟发言人一起能够来做一些政策的说明。59岁马英成，互外界认为是变下人，捌做过前总统府副秘书长、机要秘书等职务。因那行政院政委名额会当有7位到9位，昨晚总共8位，马英成是第9位，会甲发言人最近对外说明政策。至于说他来了之后，他的政务业务的分工，我会再请秘书长做协调，跟其他8位政委来分担分工一下，让这个劳务平均一点。行政院各家人窦英台讲，人事案已经决定，伫这礼拜完成行政程序了，马英成就让正式上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北检侦办瓜文的政治献金案，昨昏是头届约谈民众党副秘书长柯虎，也有立法院党团办公室主任陈志涵，也有发言人吴怡轩，也有台北市议员黄正英，这些人叫去问话，问煞因拢互请回。党内金流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厘清他们不懂的问题。
简单讲一句，就无过加做回应。民众党的副秘书长柯虎出现伫台北地检署，予以证人的身份约谈。伊的看守对伫后壁，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办公室主任陈智涵也予检方传唤。往后退，谢谢，谢谢。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发现他们搞不清楚，所以来帮他们理清。面对媒体问题，陈智涵直接点破予约谈的目的，就是北检侦办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政治献金案，再撮予团员来作证的，有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黄正荣，甲党的发言人吴怡轩。我有跟检察官说，希望我的侦讯内容不要出现在下一期的《镜周刊》的报道里面。拿党内成员专案的两位被告，木科公司的员工何爱婷甲李婉轩，即个又予以证人的身份约谈。北检继续调查白营的各项金流，敢有可疑的所在，厘清相关的决策甲动用支出的过程。经过北检复审了后，予团员作证的6个人复审了后拢撤回。如今羁押期限将至，在侦查的尾声之际，对本党的发言体系还有党公职人员大规模的约谈。其动机令人费解，约谈了本党发言体系，想制造寒蝉效应，让人晋升吗？民众党发声明回应讲，相关党公职会尽公平的义务配合约谈。不过，又过这支检方挑工伫侦查的尾仔，对党公职大规模约谈的动机，只是北检同时间侦查这桩政治献金案。甲经花城案，一开始予羁押的台北市议员杨晓薇后礼拜就要延押期满，敢要并案侦结，相关的被告敢要起诉，这拢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也那营建署伫去年是标出官商勾结的弊案，2个官员张志明、詹家兴涉嫌收乌西钱，也牵涉接受厂商性交态，威胁经济重大。监察院通过弹劾，专案即马要移送顶界法院去审理。主管有收贿吗？还是有接受招待吗？去年互检方带回约谈讯问了后，互人羁押禁见。伊是原营建署道路工程组长张志明。另外一个用衫甲家己包起来是科长詹家兴，2个人涉嫌阿互厂商得标亲戚竞标案，互人起诉。即马监察院嘛通过弹劾。监察院12月7日通过弹劾案文指出，张志明涉嫌收厂商的乌西甲无正当利益7500万，佫有泄露秘密甲婚外情。詹家兴共款接受厂商有查某人陪酒的餐会加性服务交代，严重损害政府补助加采购事务公平，以及公务人员的名声情况严重。所以13位监察委员宣布通过弹劾，专案移送顶界法院审理。张姓被告身为营建署组长，长期收受厂商贿赂。贪生毒色，严重损害政府补助及采购事务之公平性。饭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决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并宣告褫夺公权。检方已经对张志明求刑25年，因为专案乌西范围包括推动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等3大项营建署负责的前瞻计划案，预算总额度超过409亿。张志明透过哪位李天才办公室执行长张天良做白手套，收厂商的现金加交代，包括替饲查某买车，互人讲是最近上贪心的公务人员。对于弹劾案，已经为营建署改制的国土管理署表示，暂时无法度对外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天气会反寒。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北台湾日时的高温有17度至18度左右，也让其他的所在是20度至25度。提醒乡亲，对下晡开始冷空气就会影响，而且会愈来愈明显，愈换愈寒。暗时北台湾低温干那剩12度至13度，中南部是14度至15度，花莲台东15度至16度。也那上悬时间点是伫明仔透早，所以乡亲明仔起床精神就爱穿好少。雨水的部分，今仔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也佫有宜兰、花莲这所在有局部地渐雨。台东、恒春半岛嘛有30%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多云到好天。来关心健康，这是精神健康基金会伫昨昏有公布咱个人精神健康指数，及格分数是80分，若即届咱敢若摕到81分，这是比2022年也佫较低。调查嘛发现讲，大约有4成的民众困无好，困眠是影响健康的，困眠歹嘛成做一款新的疾病。
这民众早起通勤，当青红灯准备要去上班。现代人伫工作上、生活上的节奏愈来愈紧，都民间团体每2天进行一届全国精神健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的指数是81.67分，比2022年82.4分搁较低，而且敢若关过一届80分无偌济。精神科医师就指出，估计国内有654万的成人有困眠障碍的问题，尤其是睡眠障碍，因为呢，我们有高达40%的人睡眠障碍变成也是一个国病。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睡眠的健康，因为睡眠是先经健康的第一根柱子。医师表示，困眠好歹对脑部健康有真大影响，民众会当观察家己伫困、食、动、笑这4部分的变化，若是发现有小可各样，就要勇敢寻求医疗的帮助。另外，民间团体也指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民众买手机的时间比甲别人互动交流的时间又搁较济。医师也强调，增加实际甲人互动的时间，建立生活上的新连结，对脑部的发展有帮助，对身体嘛较好。现在脑科学呢，就是要能够让你头脑能够具有活力。所谓活力，就是脑细胞跟外面有连结。你体力好，身体好，外面活动又多。这个脑自然它的连结就很丰富。这届精神健康调查是分别以身心健康、个人价值、生活掌握、家庭健康这4个部分落去评估。人讲好也毋值得会食，好命毋值得勇敢。兵团甲医师拢强调，面对2025年超高龄社会，要有防年纪愈大、脑部退化、情绪焦躁的状况发生，呼吁民众就要建立运动、加出门、甲人实际交流的好习惯，来维持身心的健康。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载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劳动部工课场霸凌案，即马是逼出就业安定基金乌白开蓝三用的证据。审计长是表示，经过查销，初步有发现讲112年度无符合基金用途的支出有5000多万，拢会甲讨回来。因为最近这2年，审计部门有针对就按基金违法违规使用的支出收回来3亿外，即马要搁扩大追查，会对原本查3年要扩大到查5年。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昏宣布，健保点达宣布3项关键，包括优先补助 COVID-19 甲类流感的案例，整体的点达1点换无到0.9块的这部分，第2024年一定会补到0.9块。因若其他已经达到0.9块的部分，嘛比较差距，搁继续补助。来看自由时报，台中市有一间国校的野球队有一个教练，对2004年开始伫8年之间威胁冒犯3个查甫囡仔，伊坦白犯罪、坦白犯案，尾也是赔钱好解准煞。法官是就是讲，伊已经咧反省有后悔啊，所以甲轻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是无掠去关。想袂到伊伫7年后搁再犯案，即届是互法院收押禁见。来关心捌着过种的九龙仔食品公司，即马轰掠着讲，应用过期的原料去做黄马茶，也有李咸这物件，甚至佮甲日期改掉。高雄市政府已经甲有问题产品，也有原料拢查封，嘛因为这物件、这产品拢已经卖到各管市去啊，即马是通知相关产品拢爱回收，袂使搁卖。现场的早上爱都爱封存，这是高雄仔公司的生产区，互卫生人员发现过期的产品甲原料。一个枸杞糕过期5年，现场的葡萄、芳蜜柑仔过期1年到2年。业者机使用过期的原料生产梅仔汤、咸酸甜等等的四手仔，涉嫌改掉效期、犯食案法甲刑法伪造文书等罪嫌，互检方令20万交保，限制出海甲出境。无法提出回收及库存之逾期产品任何销毁记录。且迄今业者仍无法提出各产品制令及投料记录，难以厘清产品之安全性。去到高雄仔伫前镇区的2大厂房，拢是关甲目睭睭。公司的车后壁阁有因的产品。附近厝边表示，业者卫生环境无好，不过负责人是花园网，强调要甲过期的物件做产品卖互下游的厂商。因为东西多，慢慢的丢弃，有时候一忙就把它囤在那边，那不叫过期，那个是没有在销售的商品。
高雄在捌摕到出奖行业金奖，甲消费者满意金品奖。毋过公司作业环境无符合卫生规范，产品甲原料也无完整的来源，互卫生局要求暂停作业，甲停止卖物件到年底，通知全台湾21个县市，甲所有产品落架。加工食品，包括我们的蜜饯，只要过期的话，建议直接丢弃，不要吃。因为其实我们过期的蜜饯容易受到环境中的微生物的污染。专家提醒讲，若食到过期的咸酸甜，恐惊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记者去到三凤中街卖场等等的通路，已经无看到高量载的产品。业者强调，无违法，会照法律的手段来保卫因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啊，真侪演唱会拢有传出逼出有人在卖黄牛票。台北市刑事大队10月份的时就掠到一对卖黄牛票的翁仔某，也若昨昏刑事局是表示，佮掠到因幕后替因抢票的工程师计共14个人。这工程师是利用非法的电脑程式去抢票，拢总有买到1000多张演唱会的票。再佮将这票卖予这对翁仔某，初步统计估计利益超过100万。圣诞嫌犯偷来一句话拢无要讲，北市刑大10月掠到一对细楼细张的夫妻咧卖黄牛票，刑事局会同北市刑大，即阵掠到幕后帮助这对翁仔某抢票圣诞的工程师等等14个人，因利用抢票的程式，拢总买到1114张票，初步计算集团有100万的利益。于12月10日至11日，同步在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宜兰等地展开搜索，逮捕了14名涉案的嫌犯。而这些工程师呢，他们声称他们的票呢，一张是大概500到2000元的左右，是卖给刘姓犯嫌，刘姓犯嫌再去直接卖给这些跟他收购的这些民众。那他卖的钱呢，就会是一张是到演唱会的票价到2倍到10倍以上。刑事局讲，圣诞维修的集团抢到票，价格500到2000，卖予黄牛夫妻。黄牛夫妻搁再贴团介绍2倍到10倍，卖予国内外的歌迷。估计这对翁仔某一场演唱会就通赚200万。为着打击黄牛，文化部成立打黄牛办公室，但是16日法院告本委员会新文化部预算的时，执期成效无好，被冻结甚至是减预算。打黄牛办公室到底黄牛是打到什么状况？我们看到黄牛还是越来越多啦，并没有发挥成效，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因为既然没有发挥成效的话，我是减列1000万。最有效的方式，很多委员都提及，就是还是实名制。自去年8月我们有票券实名制补助作业要点发布之后，到现在已经有78场的演唱会实施。那我想请文化部也再进一步说明，未来怎么样扩大。有立委指出，票券实名制是通解决黄牛票的办法，希望文化部进一步鼓励表演单位实施实名制。文化部讲，无法度强制要求实名制，因当咧透过补助鼓励实名制，有意愿施行的业者有咧增加，因也参警政单位卖票网站直接过滤有异常行为的口罩。记者阮约凯台北报道。亚那南投有一个乌吉桑，因为假投资被骗70万，伊的后生想报要替老爸把钱讨回来，惊讲伊的老爸着急要用钱，希望会当还这70万。伊讲伊个个小介2个想要投资的朋友去投资，诈骗集团就是讲冒着有大条的通骗真正中计。诈骗集团竟正关心南投一个查甫人，说服其投资70万。这个查甫人钱予伊了，想要甲迄个领彩啥摕无钱，因后生就想办法把钱讨回来。假装是我父亲，那跟他们周旋说啊，我就是有一个朋友很困苦，然后也要进行投资，那希望贵公司能够帮忙。因后生先假作是老爸，甲对方讲着急要用钱，伊另外一个介绍2个朋友来投资，然后一个假作想要投资的朋友一直问投资的内容，对方就是真的，也佫真正甲因的70万领出现金。伊讲你要1亿啊，好2亿了，你要先拿40%税金。除非你的余额能够比现在目前的大，你才有机会把钱拿回来。后生替老爸甲70万讨回来，并甲对方讲，迄年已经累积到235万，但是就要先纳5%到10%的税才当出金，严国因已经袂阁互因骗。南投县今年1个到11个受理诈欺案件3012件，财产损失总金额
新台币12亿4713万。就连馆长柯淑华的相片也不予诈骗集团冒警，早期案件的类型也有债务损失，以假投资诈骗上罪。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小心求证，检警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不会使用通讯软体传递公文，也不会面交或到府收款。警方提醒讲，若是对方讲迄字正悬，稳谈未了，其实拢是诈骗，民众千万唔能互伊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伫台湾做事的泰国移工，去年7月份的时，一直苗栗的南骑脚踏车去互3架车弄死。因那即赛车的3个驾驶尾也是拢免起诉。这个案件泰国办事处拢无收到通报，被害者的家属嘛找无人斗3工。落尾呢，因是去向立委申请。劳动部即马表示会来检讨规个流程，若检调针对这款情形嘛已经开始侦办。记者会，我看到我们检察体系的乱象，对于移工的人权生命不重视。民众党立委林国成接到陈情，伊召开记者会担当控诉，讲有一个泰国籍的移工地空，去年7月1天的暗时啊，伫苗栗德南骑自转车，无细字去3台车弄到教死。驶头一台车的驾驶经过检测是食酒驶车，第3台车是无照驾驶。不过，苗栗地检署同一年11月，甲3个驾驶拢以不起诉来终结，甚至检察官伫验尸证明内底的死亡原因是写食酒了后车祸，互受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涉及了过失致死、酒驾、肇逃，但是没有一个人需要受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追诉？对于整个外国移工、外国人来这边工作的一个保障，显然是非常的不足。检察官能不能尽快理清这个酒后车祸到底所指是被害人还是其他人？过程当中，驻守伫台湾的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完全无接到相关机关来通报，嘛互伫泰国的家属是进无步退无路，唔知要找谁斗3工。立委批评这个听书有问题，变作是制度性假案。ขอให้หน่วยงานภาครัฐของไต้หวันแจ้งสถานกงสุลไทยนะคะหรือกระทรวงแรงงานของไทยสำนักงานแรงงานนะคะเมื่อเกิดเหตุร้ายแรงกับ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เช่นการได้รับบาดเจ็บสาหัสนะคะเพื่อให้สถานกงสุลหรือกระทรวง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เนี่ยสามารถเข้าไปช่วยเหลือด้านกฎหมายให้แก่ผู้เสียหาย显然在这个制度上并没有被落实，我想这个部分是有改进的地方。死者骑乘脚踏车，那在夜间行经号志管制路口，未开启灯光，且也没有按照号志的指示来行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闯红灯，那是肇事的原因。毒物分析的结果呢，是体内有酒精的反应，那鉴定认为已经达到酒醉的程度。劳动部表示，会检讨下单位沟通的机制，强化移工有问题通报的听书。因若针对这个案件侦办当中，敢有涉及疏失，高检署已经要求苗栗搁再分案来查明，家属嘛另外提出告诉，希望真相会当早日水落石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诺基亚高阶总领基里洛夫17日莫斯科被崩死。根据 BBC 的报道，乌克兰这边有消息人士表示，基里洛夫就是因这届行动的目标。因若诺基亚是批评这是恐怖主义行为。美国有出面驳回讲，美国无干涉这届行动。亲乌克兰人所放出这段影片，会当看到俄罗斯的高阶将领基里洛夫甲伊助理行出大门时阵，伫咧突然间的爆炸现场死亡。基里洛夫是俄乌冲突以来伫俄罗斯被暗杀的上高级军事官员。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封锁现场进行调查。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这边爆炸威力差不多是300克 TNT 黄色炸弹。案发了后，炸弹专家过入附近的范围，无发现其他爆炸装置。Произошедшее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о как теракт, убийство, незаконный оборот оружия и боеприпасов. 乌克兰安全局一位消息人士承认，代志是乌克兰做的，讲基里洛夫是合法的目标，则若起诉伊犯战争罪，就要为大规模使用禁制类化学武器负责。
俄罗斯北约高官被暗杀，严过发生伫咧莫斯科的行动无多。It's not something that we were involved. 54岁基里洛夫是俄罗斯辐射化学甲生物防护部队的司令。今年10月，英国以监管化学武器是克里姆林宫放假消息的主要人士为理由，对基里洛夫实施制裁。乌克兰安全局讲，基里洛夫下令动用化学武器超过4800遍。在战争期间，有超过2000位乌克兰军人因为化学中毒丧生，而且有几多个人死亡。对此，莫斯科方面否认，颠倒指控相关讲法无根据。进前，美国也捌讲俄罗斯用化学武器摕到对乌克兰战场的优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伊拉川普选调美国总统了后，16个时，伊是召开头届记者会。伫现场也搁有软体银行执行长孙正义，因做伙宣布要以美金1000亿的投资计划。而且嘛，川普嘛强调要甲外国商品扣档税，要来振兴美国的经济。另外，伫外交这方面，川普是批评拜登政府允准乌克兰用美国作为武器去攻击罗西亚，伊讲安尼会害这场战争的谈判如何进行。徛伫管理资料头的川普边仔，软体银行集团执行长孙正义清楚表示，恭贺川普搁再选赢，互伊决定增加投资美国。I'm now excited to commit this $100 billion and 100,000 job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软体银行即个投资的主要项目是人工智慧，也甲其他相关的新兴科技方面。投资计划包含未来4个年度，也就是川普即个任期来完成。CNBC 财经新闻网的报道指出，软体银行已经投资研发 ChatGPT 的 OpenAI 公司，金额差不多15亿美金，这也包含伫1000亿的投资计划内底。不过，现场的记者更较关心一寡重大的国际政治议题，像川普为选举前就一直讲，就任了后要随促成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甚至和谈。拜登政府进前同意乌克兰用美国籍飞弹攻击罗西亚本土，不过川普对这件代志真无认同。I see that as more difficult. I don't think they should have allowed missiles to be shot 200 miles into Russia. I think that was a bad thing. Too many people being killed. That is a war that's too many people. Got to make a deal. And Putin has to make a deal too. 另外，就是中东的战局，叙利亚互人无疑俄政府这样紧倒台。川普对这件代志表示，这都要靠中东地区的友邦。Nobody kn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Syria, but I think Turkey is going to hold the key to Syria. Actually. 若是美中关系，川普阁讲，所讲的公平贸易，主张用扣关税来平衡贸易逆差。媒体伫报道，川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华府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川普表示，伊乐意接待，不过唔知影习近平可能无要参加。中国外交部嘛表示无真了解，颠倒搁再声明反对美国提高关税，甲中国拍贸易战。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有一个和英国安德鲁王子巴蒂，一个中国的生理人杨定波，即马互英国的情报单位认定讲，伊是中国的间谍，互英国禁止入境。也毋过，英国的首相是讲，因会继续和中国保持往来，因为英国和中国有需要针对气候变迁甲其他的一寡议题，搁爱互相合作。英国下议院杂了伫保守党议员史密斯的要求之下，就安德鲁王子牵连的中国间谍风波，甲政府官员紧急质询。安全事务大臣卡维斯讲，会尽一切力量对付外国介入或者是间谍的活动，而且对法院裁定禁止杨廷波入境的代志，依持无改变表示欢迎。Where we en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or espionage, whether this stems from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r any other state-linked actor, we will be swift in using all available tools, including prosecutions, exclusions, sanctions, and diplomacy in order to keep our country safe. 杨廷波今年50岁，2002年去英国读册，2005年伫英国开公司，初是做旅游、办展览甲公关的工作。2020年改名做汉普顿国际集团。提供商业顾问、战略咨询甲投资服务。情报机关军情5处认定讲，杨廷波是伫中共中央统战部服务，是中国为着伫西方国家扩展影响力、执行精英任务的其中一个成员。杨廷波透过律师表示，这封指控的一切拢毋是事实。
对英国政府撤销居留许可的决定，也继续提出上诉。安德鲁王子办公室13发声明，表示安德鲁是透过官方的管道，甲杨廷甫熟悉。双方从到今并无讨论过任何敏感的事务。英国媒体公开讲，这两个人已经熟悉10年啊。安德鲁做生日、白金汉宫、温莎古堡方式的活动，杨廷甫拢有去参加，还佫代理方式处理中国投资的业务。军情五处已经就中国资金的来源在做调查。人伫挪威进行访问的英国首相施凯尼，16去媒体问到这件代志，伊讲伊当然关心中国这方面的挑战，不过英国政府的态度是爱甲中国有来去，而且伫咧适当的时阵展开合作，亲像气候变迁的议题。现在执政的工党高阶官员几啊届讲到甲中国建立务实的关系，伫咧经贸投资的领域合作，促进英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在野保守党的议员史密斯对这点是真无认同，讲当局的做法甲欧洲、甲美国是愈来愈远，而且对中国展现大量的弱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澳洲政府指控部分用户的个人资料，即马互面册提起做测试，拢无经过用户的同意。面册母公司 Meta 同意和解金额有5000万澳币，大约是代表10亿外。继续关心《纽约时报》报讲，拜登政府可能准备以贸易法301条这个条款对中国生产的半导体展开调查。这项调查有可能会造成美国对某一寡中国晶片也有这晶片做的产品来扣关税，实施禁止进口的命令，也是采取其他的行动。来关心南太平洋岛国万纳杜昨昏发生规模7.3个大地震，首都侪栋建筑物拢有受损害，包括一栋内底有真侪外国大使馆的大楼嘛有受损。根据报道，这场地震有伫当地造成上无1个人死亡，因那死伤的人数可能佫会增加。镜头转来关心新北市的实质，昨昏半暝时有一个查甫人赛车伫车大路撇来撇去，佮差点去弄到警察车。警察伫这架车的车顶有超出毒品，认为驾驶有可能是食毒赛车。另外，伫新北的蘆洲，有民众那亲像是因为食毒伫厝内举刀啊乌白人，佮走去大路，互附近的民众真惊吓。爬下去啊！下去！警方甲围起了，甲人压伫咧涂骹。这个查甫人一直大声喝救，因为几分钟之前，伊的行为互大家拢惊到。拿刀，快走快走！手举一支牛排刀，哪行哪演。有人叫伊卖行内声，伊个举刀甲人呛声，个用卡斩乌多摆。警方讲，这查甫人有可能是食毒。警方于陈姓范闲住处查获第1级毒品海洛因及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代志发生伫咧新北市蘆洲，在7头早12点外，经过警方调查发现，45岁姓陈的查甫人，敢若是食毒了，精神状况无啥好。伫咧厝内甲囡仔起冤家，也阁举一支刀一直压。因后生摕喷火器甲喷了，人就走去事发。一个做老爸也伫落楼梯，伫咧路一直行，两边阁相拄了，伫咧路的大声骂。你安怎差点仔弄到我的车？你当我拢无咧甲你注意哦。共款甲食毒有关系是，警方伫咧路的甲这台车砸来，因为开车的这个查甫人车是向紧向慢，驶来歪去。警方经过路口的时阵，伊煞停来。甲警方伫咧算米小车，被认定是危险驾驶。驾驶神情恍惚，眼神无法对焦，速度缓慢，左右蛇行，甚至差点撞上警车。同仁当下判断，该车无法正常行驶。规件案件是发生伫咧新北市十指，警方怀疑这个52岁姓氏的工人开车安尼摇摇摆摆，有可能是食毒了开车，因为嫌犯的车内有超出各种毒品，除了有安非他命、海洛因。伫这个正泛滥的伊托米酯药物，警方甲人依照毒品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来关心双城论坛，指控日数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昨昏举行，伫对等尊严考量之下，由双方的副市长来致辞开幕。上海的副市长是宣布，上海会积极推动上海民众来台湾观光旅游。也拿台北市长朱万安有表示，希望两方的领导人会当加一寡对话，减一寡对立。欢迎2位副市长以及各位长官。
台北上海城市论坛17日彰化酒店举行，这届论坛主题是智慧治理影响未来。伫考虑对等甲尊严，主论坛由双方副市长致辞正式开幕。两岸同胞啊，从来都是一家人，我们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上海方面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旅游路线一定会包含台北市。只要对台北市或是全台湾各地整体观光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商业的活络、消费刺激，我想我们都乐见。伫台北市甲上海市府秘书长进行市政交流专题演讲了后，市长张万安则出来见证推测智慧医疗、小鸟型物种交流甲保育两项 MOU 签署，佮发表决议致辞，延续去年双城好、两花好的主题，也应用今年的精神，提出两花互动的基础。张万安佮以民选市长的身份，公开对中国呼吁：和平之路尽管曲折，但值得我们负重前行。我认为要多一点对话，少一点对峙；多一点和平的橄榄枝，少一点冲突的酸葡萄；多一点渔船灯火的点缀夕阳，少一点船舰飞机的喧嚣呼啸。不过，强军也是持续扰台。国防部早起发布到17早起6点的24点钟内，拢总查到10只强机，其中4台飞过海峡中线，也有7只强舰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彰化酒店的门口透早晚有组织抗议，也有支持的团体互相对呛，也有独派人士穿维尼装，想要走入去会场抗议，引起动乱。花园一家人中昼伫军业饭店举行答谢宴，下晡上海访团嘛前往大巨蛋参访，搁伫尾仔坐飞机离开。记者综合报道。乡下论坛结束了后，上海团伫昨下晡末去参观台北的大巨蛋。台北市的体育局局长就表示，上海团有俄罗大巨蛋真现代化。另外，针对上海副市长讲要推动上海人来台湾观光旅游，咱国内的旅游业者是拢真期待。也那着规划含观光署是回应讲，咱台湾政府欢迎中国游客的立场一直拢无改变。副市长对台北市什么最有印象？上海市副市长发言，敢若也就微微像媒体较问什么，伊拢无回应。上海团下晡来大巨蛋参访，体育局透露讲，上海团感觉大巨蛋真无简单，因为参观披甲帽的牛皮、选手球、军经等。今天与会的所有的贵宾哈，对于我们这个台北大巨蛋都表达了非常的这个震撼哈，因为他觉得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体育馆，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值得他们来做参考。代表上海双城论坛第17起过，上海市副市长发言宣布要开放上海的团客来台湾旅游。听到这个消息，旅游业者拢真欢喜，非常的开心，业者也都准备好来接待我们大陆的旅客。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尽速的解除台湾就是旅行社赴大陆的禁团令，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两边的观光旅游可以朝正常的发展。针对上海民众组团来台湾佚佗，陆委会甲观光署拢讲真欢迎。观光署阁声明讲，台湾相关机关已经传好势啊，会看中国文旅部正式宣布开放的具体状况，随时来对应实施。有关恢复两岸旅游交流将持续依对等原则推动，会依实际的状况来做滚动检讨，以利相关政策符合全民及观光业最大的利益。陆委会用文字来回应讲，欢迎中国客来台湾的观光立场拢无改变，不过嘛质疑讲，进前是中国文旅部单方来规定讲，来台湾观光旅游敢若限定福建省的民众，即马上海市向阳跳入来，唔知谁讲的才有准算。记者综合报道。净零转型是世界趋势。环境部和人力银行有发布历年的人才趋势报告，讲咱台湾平均逐个月拢有22000个相关的工课课，也若薪水平均拢伫4万块以上，而且呢，环境工程师平均也有10万块也遮济。2016年开始，咱台湾就要扣碳费。扣碳税，上市贵公司就爱有影响报告书，所以按算未来这5年工课课阁会继续增加。
环境部长皮启明加劳动部长洪新汉做伙宣示，台湾要走向绿领人才的时代，为了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碳目标，正侪高碳排产业面临着转型的危机，人才需求嘛得改变。环境部长讲，2026年台湾开始收碳费。到时，绿领人才会正做企业需求的人才，不过绿领人才这个新的名词，大家阁无啥了解。开始收了碳费之后，每一家企业内部要怎么去进行等等，这个工作职就会快速的打开。可能会有一些人因为进行转型，会因为减碳，或未来更多的气候政策而受到冲击。除了帮助这些可能会受到冲击的人去协助他们以外，我自己觉得更积极的部分，反而是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绿色就业的机会。只要甲绿色环境有关系的工作，拢叫做绿领人才。为了要迎应未来这种工作需求，鼓励民众考一寡甲绿领相关的证照。环境部甲人力银行发表绿领人才就业趋势报告。统计显示，目前有要甲3600间企业有绿领人才的需求，平均逐个月拢会开22000个课，要若薪水平均拢伫咧4万块以上。相关的是环境工程师会当到10万。永续的这个部分是一个新的知识跟新的议题，让自己拥有了这样的态度、观念跟能力之后，事实上选择权就在我们手上。环境部讲，以后会甲第12号合作，伫台湾各地设正定人力培育中心，伫学校内面开绿色相关课程，估计逐年拢会当培养3500个绿领人才，互学生伫咧未来有更较侪就业选择，培育人才协助企业甲国家达成2050年净零排碳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要提醒，厝内有饲猫的乡亲要注意哦，因为这几年饲猫的人愈来愈多，猫的数量直直增加。农业部伫昨天就公告讲，对2025年明年开始，所有猫拢会做晶片办理宠物登记。古水的王鸟甲主人鼻仔对鼻仔咧塞奶，介意饲猫的人真多。猫仔除了个性温顺，也免亲像饲狗共款，需要逐工带出去散步。较早饲猫无强制主人爱进行宠物登记，不过农业部伫17正式公告，对2025年开始，猫仔拢爱进行宠物登记。不过有民众烦恼做晶片，敢会害猫仔有生歹物仔的风险。兽医师表示，做晶片无这个风险。晶片本身它对生物呢没有妨碍性，也不会产生肿瘤的疑虑，因为它是0.8公分的那个小小的米粒状的玻璃材质，绝对不会产生过敏的现象。对，那现在民众疑虑的部分是在于打狂犬病的部分，因为打了狂犬病之后，有可能会得恶性的肿瘤。兽医需要强调，猫仔要进行宠物登记进前需要安晶片，这对猫仔健康有正面的帮助。农业部表示，有收集国际科学文献，厘清做晶片对猫咪无生歹物仔风险，也强调做晶片的好处真多。去访谈了一些业界跟畜主，他们也跟我们反映说，猫如果打晶片去做宠物登记的话，它遗失的时候比较容易找回。那我们认为现在整体的一个社会情境也比较有利于猫咪去做登记。根据农业部推估，2023年全国厝内饲鸟的数量大约131万只，甲2021年87万只比起来是增加50%。农业部表示，猫仔强制办理宠物登记会有1年的缓冲期，到2026年开始，若是无办理登记，就依照动保法，互人罚3000到15000。记者中嘉义谢桂玲台北报道。伫新北市阁传出严重的违建，这是第三重部一间工厂，毋但对这厝尾顶搭起哩，对3楼搭到5楼，厝主阁违法伫内底加建建造14间套房，一直到今年8月份发生火灾，才互消防局提报违建，严过厝主农局放风无要无紧，无去限期改善，尾仔即马强制拆除，因拆除的93万会向厝主讨回来。新北三重埔一间工厂进前互举报原底是合法的3层楼，厝主竟然伫楼尾顶加起到5楼，佮违法建造14间套房、15间浴间来出租。附近的居民表示，无出代志拢无准送，一出代志就歹收煞。应该是有违建，我来这边就有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确切时间多久。我觉得拆除也比较心安一点，多少还是有差啊，对啊，进出也不会那么复杂。大家都会怕啊，
顶楼加盖，他们一定要去政府申请嘛，你消防的那人过才可以啊。今年8月3楼因为烟蒂起火，最后消防局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顶楼竟然加盖到了5层楼，最后是提报违建。因为厝主无伫期限内改善，互拆除大队执行强制拆除，佮收费用93万。老尾顶违法加起是全台湾拢有，毋过新北市府表示，伫人力、物力拢欠的情形之下，面对大量出现的违法建筑，其实各县市政府拢是靠民众检举的较济。从104年迄今，已拆除违建套雅房3000多件。全国目前仅有台北市和新北市订有违建拆除收费自治条例，除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外，同时也受到贺阻之下。拆除大队表示，新北这几年来已经真久无看到这种规模的违法建筑。消防专家是警告讲，亲像这种已经超过10间的，若是发生火灾，影响的就是真侪条人命。这不是个案，这以前就发生过。其实而且它还是不断的在重复发生。本来我们可能都是砖墙啦或水泥墙嘛，那它隔间呢，它可能不会用这样子的材质。所以相对的，它就有可能在火灾的时候，它的蔓延速度啦，然后可能产生的烟热啦，那对人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除了呼吁厝主不应该违法加起，也有违法密集计经。专家也建议厝骹对楼尾顶加起的套房雅房，除了对逃生的路线要了解，嘛当加装火灾警报器，火灾若发生的时，有更较侪时间会当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队伫世界棒球12强摕到世界冠军。昨昏有科技公司的董事长韩文策院这边同齐宣布，要甲摕到冠军的过程拍做电影。大家感觉会记，顶个月台湾伫世界棒球12强头一届摕到世界冠军，即马这段奇妙的胜利过程，要拍做电影，上电影院咯。伫12月17，包括威工董事长陈立碧、甲文策院董事长蔡家俊、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宣布要来拍电影《冠军之路》。目前有中信金、富邦金、甲台湾大哥大等几啊间企业，拢有意愿要来支持拍国产片。另外，这届摕冠军的台湾队球员甲教练，嘛出现记者会来赞声。有计这出电影资金超过1亿，上紧明年起稿。未来我们在找团队拍摄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做一段非常缜密的田野调查，可能包含他们训练的情况，包含当天比赛的前1个礼拜或前1个月他们怎么备战的。我想这些都是未来在电影呈现的时候的一些重点，甚至于我们可能还会推出纪录片，感人动人的小故事，酸甜苦辣，我们要从中筛选一下，把最好大家想知道的故事，然后借由电影的角度来呈现出来。不过导演甲演员要找谁，目前也唔知。对了电影的内容，台湾队的教练甲选手嘛有因家己的看法。真的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一面啊！冠宇在对多米尼加后援那2个出局，你看他打棒球到现在下球最快的一个速度了。那他是用什么心情在那时候下球的？这个就很重要。可以把我们的里面的精髓，然后把它就是在电影里面呈现出来，这是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故事。戏的因为我跟他不错，然后他在镜头上面也是都蛮敢呈现出演技上面，他确实是蛮厉害的，所以我觉得他也还蛮适合可以来演。目前有关电影冠军之路，会真有路来表达摕冠军过程的艰辛苦程，希望让更多人明白野球、传达野球的精神甲力量。记者综合报道。这条冠军之路嘛，予台湾上用这条歌唱红。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伫前10站伊就讲伊要甲台湾上用印做春仔，要送互乡亲。啊，不过嘛引起一寡关心台语本的民众在讨论讲，敢会当重新印一个台语正字的版本。呀，蔡其昌伫昨昏有回应讲，伊是尊重原创歌曲的歌名，才用歌名本地用字。咱的棒球摕到世界冠军，这条台湾上用的歌嘛，真做团结的展现。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嘛，伫咧面册顶面宣布，伊要印台湾上用的春仔送互大家，嘛引起无用台湾正字的讨论，认为应该写做台湾上用才对。对此，蔡其昌嘛做出回应。台语文吼，我真支持，但是我无真内行。所以2边意见我拢真尊重。原曲的这个创作，这作家伊本身就是用这个送书这个上啦吼。
其实台湾上涌这条歌是对中华一邦统一上涌改编来的。音乐出版社表示，10年前因咧创作的时，因唔知影台语有正字这个代志，才会使用因认为普遍大家拢会用的上这个字。当初会用那个上，只是在取那个谐音，因为对标准的台语的写法，说实话，我们并不是那么样的理解。起码咱说这个台语用词已经有20多年啦，写歌的人因已经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若要写台语，咱嘛是爱去写正确的字，像你用华语来写歌词，你嘛袂使乱写啊，台语嘛是同款。台语老师认为，对台湾上用正字讨论这个代志，会当看出来台湾人普遍是会晓听台语、讲台语，不过会晓写台文字、知影台语有字的民众并无多。罗公成表示，每一种语言拢爱有文字，才会当算是语言。希望大家会当斗阵来重视台文正字，安尼台语才会当正确的流传落去。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伫咱台湾各地拢有家己无同款的特色甲在地文化。新竹县的文化局有邀请台语老师去分享各地头乡亲的早顿拢是食啥物。另外，佫有透过绘本去了解各地头无同款的民俗文化甲庆典。规个课程满满拢是台湾味。阮兜的早起拢食番麦，番麦是无？无。三个番麦。用台语来讲出今日早顿食啥，有人讲番麦，有人讲卵饼，有人讲醋饭壳。来自台南的台语老师上故乡的特色早顿，分享台南人食啥。台南除了牛肉汤，阁有沙白鱼糜，然后果仁，阁有土鱼鸡，然后阁有米糕，拢真有名。屏东是食肉粿，然后云林遐是食面线糊。足趣味的啊，就知影讲台语的讲到阮的文化，食面啊，还是无共款的主题安尼。除了好食的早顿，老师佫利用绘本小解民俗活动，其中包括平溪天顶、台南芳仔炮、头城唱歌，这是台湾各地的文化特色。我已经60几岁啊，有足侪咱台湾的文化啊，甲迄个传统的民俗，我嘛拢毋知影，拢袂记一字安尼。亲像头城的唱歌，就是算是风俗的部分，然后阁有台南的放仔炮，然后可能阁有七娘妈，就是做16岁的活动，足侪足好的文化绘本。若是你会当用台语，也是用客话来讲，我感觉伊会更较有价值。新竹县文化局指出，虽然讲新竹县7成以上的人口拢是客家族群，不过因为科学园区关系，有不少外来人口会晓讲台语，配合多元社会，所以特别举办台语课程。对大人的活动来分享我们的饮食文化啊，再来是我们接着呢，我们还有跟到5个乡镇图书馆来办我们的台语主题书展，希望透过阅读，让大家可以更接触我们的台语。除了台语课程以外，还有台语志工训练计划，以及去学校内面讲台语故事，就大家做伙来学习，希望大家拢会当重视家己的母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世界的经典文学作品《小王子》。当时作者本人又有保存伊的手稿，也若这份手稿，21月底时是以美金125万，差不多代表400-4000万拍卖出去。已经拢黄记纸顶头有草绘草图加修正的分量。这是世界有名的《小王子》这本书，已经知影3份拍离果内面，由作者圣修伯里家己保留的唯一的一份。今年这份正罕见的拍离果，被英国伦敦一间珍宝专卖店买去。按算伫11月底开幕的阿布达比艺术博览会题赛卖，已经花到125万美金。This one is the one which he very clearly kept and was working on and adding his corrections and doodles in the margins and in the cover, and so it's unlike the other two, which were given to people. This one he very clearly kept, and it was his own working copy of the typescript. So that's what makes it extra special. 小王子这本书已经翻译超过250种语言。故事是讲，来自外星球的金头毛的小王子，甲一个伫咧沙漠内面拄到的飞行员，讲起星际旅行的代志。伫即马现存的2份拍离果，分别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甲德州大学收藏，有亲笔签名的手稿是伫咧纽约。自相讲即马要提出卖的法文拍离果，伊的封面是黑色的。
是作者流亡美国期间伫咧纽约写的，也是小王子这本书第一遍用纸的形式出现。In the typewritten version, he's still playing with this idea of,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which you cannot see. And for years he was actually sort of turning this phrase over and over in his hea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But it's only in this copy of the typescript that he finally makes the breakthrough and writes out with his hand on the verbe bien qu'avec le cœur. 伫即马被提出来卖拍字馆内面，除了有200元数的鉛笔的草图，一个要被删除的几落大字，同时也有一张法国空军制服的支票，有可能是圣保修理自纽约登去战场进前所买的。自相强调，这种顶级的成本伫国际市场正罕见。普通的手稿也正罕的卖超过100万美金。这份拍字稿将会甲法国文化部颁予作者的护照，最近提出来卖，有可能会予博物馆或者是阿拉伯的私人收藏家买去。公司新闻牛眼编辑。提醒乡亲，下晡开始受冷气团影响，愈来愈寒。咱同时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4度，上悬17度。中部上低是11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6度。东部14度至23度。外岛10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东北角关洞洞的石壁是冒险的旅程，嘛是正人守护的一个好所在。要改这条拆掉，因为这条已经老啊。伊本来色是安尼啊，即马用久啊，拍久啊，就是变这个色。然后翻身过来之前呢，会把他的手放到他的左边肩膀上。救护、医护生态，这阵隔壁的人点点付出。好地方会让永续发展。对协会来说，最重要就是要有很多喜欢来天然岩场攀岩的人。先有这一大堆人，才会有协会，然后也才会有我们做的事。那当是天公伯啊赐予咱的修炼场，嘛是隔壁的人实现梦想的所在。因为青春，所以有梦。